为我目光蓝阔松落，干不干个的切就生命古路，卡为我目阳出听古路，哦呀呀没龙切就听古路。强子从山把嘎松落，让松口松卡为我木路，离这长瓦起有松英古路，哦嘎为我木心兰口松个路。好听，哇塞，真好听呐！那就是那阿姨呢啊，我先唱啊，那就唱一首，胖的，唱一首《龙须山歌》吧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等一下，这个又要当那个，又要做惩罚的，烦死了，这个。哎呦！那我就唱一首《龙须山歌》啊，让我儿子来用啊。伴奏大不大？伴奏有点大，有点大是吧？对，小一点点。呀。我感觉我要翻车。
哇塞哇塞！哇塞呀！这肺活量真的是。官方看不见吗？给我们这个给点流量，快点！给我们这个，那给我们这个。哎呦！哇塞，话是太好听了，我的妈呀！谢谢，没有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哇，真优秀啊！这叫什么歌啊？念是一首龙须山歌。念歌名叫《念词》，歌名。练。练，对，练。念人的念，对吧？对。打。我们这个普通话是真的。这个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这是在蘑菇有没有？啊？蘑菇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你给我说歌名，我上哪搜去啊？这个没有发，这个还没有发布呢。没有发，这个是新做的。你的歌。这了。哇塞，思念的念。刚才人家就说了。思念的念。对，思念的。这个绝对火。对，思念的念。就是绝对火，我的妈呀！来康贝。哎呀，对，思念的念。思念的念子，跟着么？思念的念子，你们这是在考我的普通话，真的。来，康总，你别笑。不笑。康总跟我现在像研究生一样。对，我已经拿到那个证了。你啊呢？必须唱是吧？剩4个调上。下给路灯也接着吧。
谁原唱就是原唱，真的。不愧是原唱。谢谢，感谢哥，这是个传说。哎呀，唱的真好，谢谢大家。唱什么好了？我工作本来就一样。真的好听，两位真的哇，3位啊，一会儿公布有点虚毛了，3位都唱的哇 ，number one。哎呦，我还唱吗？给冠军奖励一首《青藏高原》，真的吗？降3个调，不是升3个调，升3个调，唱个《青藏高原》。青藏高原一点不唱累，跟你说，没事找事。谢谢。在家大点声，习惯就好。我有，哇，有点像康贝啊。好听。哦，呵呵，冠军！感谢老师们的聆听。